行，这到底是食到食唔到咧？台南一个车主到永康一间超市买物件，了后就甲车共转离个超市的停车场，到其他的所在办代志。等到尾仔一转来，发现伊的前后车链互用铁链啊锁起来。店家这个要求爱付停车费1000块，这个车主是气噗噗直接来报警。警方到场做公亲，希望双方和气生财。私底下送我的车啊，然后还要跟我收1000呐。我是有消费的。看到警察到场，查甫人真激动，讲家己的车会封锁起来原因。原来台南这位车主去永康一间超市消费，物件买煞，就甲车留伫超市的停车场，人去其他的所在办代志。不过，等到伊尾仔转来时，就发现家己的车前后链拢互用铁链锁起来。伊真生气，认为家己有消费，店家搁打电话甲讲袂使停伤久，搁去卡伊的车，而且要求要纳1000块的停车费，真无合理。伊真生气，所以就直接报警。员警嘛到场来做公亲。我是你们的客户。你还给我上锁？对啊，好了，现在这个不是这个问题了。我们必须让你清楚明白了解，我们不用清楚明白，我也不来了啦。不用清楚明白。我们马上帮你结束，那我们就收200块。员警在场协助达成和解，双方拢真无欢喜。实际顶来到这间超市停车场较受大故事，而且有写营业场所袂当停伤久，若是停伤久1点钟要收200块。店家讲事发一天，车主甲车停伫超市停伫要1天。他从10点停到下午4点半，停太久。我们这里有厂商要下货，还有客人其他想要停车。警就呼吁独立业者针对自行管理的停车场规定公告，爱写甲真清楚，互消费者了解以外，民众要停车进前嘛要加注意。若是停长时间呢，敢会互另外收钱，避免引起纠纷，闹甲双方拢无欢喜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